长茧了哈，做到那个长茧了，拿打草机啊，拿锄头还是拿那个圆锹了，最近都是拿打草机的。哦，用电池的、电动的，电池久了还没电呢。还有那个，不容易，要小心注意安全。还有那个挖土的，还不小心的挖到插到自己的脚趾头呢，哎呦！然后那个铁断掉了，很可怕的哦。挖那个番石榴的根啊，那个挖到那个断掉。天气热要用这个喷，疲劳的时候用这个喷雾器来喷。你看它天气热，它热到这个连塑胶的容器都弯掉了。它这个小的喷久了喷不出来了，它这个还可以喷得出来，但是你看这个塑胶瓶子已经弯掉了。那天气太热了，就放在车子里面了，竟然弯成这个样子。